新闻一开始，咱先来关心疫情的消息。国内今仔日是新增加68732个本土病例，目前疫情要持续当地的滚价。指挥中心拜六甲地方讨论防疫的政策，决定65岁以上快筛阳性的人，若是经过医师的评估，会当开药给患者。相关的配套若是有规划好势，都会来实施。另外，三加4居家隔离的政策可能会过来放令，无排除做过3档疫苗，而且快筛是阴性，都会当来取代隔离。不过，地方政府对放令的程度，目前意见是要无啥共款，按算8月了后，才可能会有结论。15台湾新冠肺炎的本土病例增加68732例，其中新北增加22891例上侪，全台湾增加125例中重症案例，有19个死亡案例，因拢有慢性病史，其中有8个人无做过疫苗。死亡的部分呢，年龄都是在70多岁到90多岁之间，病程主要都是新冠肺炎合并呼吸衰竭为主，8位是没有接种疫苗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呼吁长者能够特别是有慢性病的长者，还是能够去接种2剂以上的疫苗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批判定案要放令居家隔离措施，指挥中心表示，14、15有甲地方政府开会讨论，虽讲也有部分无达成共识，不过大家拢同款想要减轻行政负担，详细配套措施16以后才会公布。已经打过3剂疫苗的，是不是可以放宽它的一个隔离的强度？那在今天早上这一题里面，还是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最主要有人认为说要更松，就希望这些人都完全进到0+7，或者做一个低度管制。另外，65岁以上的时段，若是快筛阳性，经过医师评估，就会使摕药啊。目前已经有共识，伫咧研究相关配套措施了后，就会公布。也算是有共识。那至于说快筛是不是要跟确诊绑在一起？好，那这个大家今天的意见仍然很多那我们会研议。虽讲快筛试剂适用对象无包括2岁以下的囡仔，不过指挥中心表示，若要是有2岁以下的囡仔快筛阳性，经过医师的确诊，指挥中心会尊重医师的判断，唔免经过 PCR 体检。记者郭本长随台北报道。